最近有啲星級嘅酒店咧，好似學生宿舍嘅窗簾咁。Oh no！ 一個好嘅室內設計，最重要嘅關鍵就係你買咗啲乜嘢窗簾。咁有好多好專業嘅室內設計師啦，咁喺同客戶喺選擇一個室內設計嘅時候咧，佢哋會用好嘅木材啦、石材啦，甚至乎牆紙或者啲家具上面嘅喎。但係去到窗簾咧，點知佢哋就好求其咁樣買咗一啲好簡單嘅窗簾布，就去完結咗呢個工程。成個好高級嘅設計咧，就即刻 downgrade 咗。Oh my god！ 舉個例子啦，室內設計咧就好似將一個好普通嘅女仔，你點樣帶佢做咗醫美啦，化咗好靚嘅妝啦，到最後將佢行 catwalk 嘅時候咧，俾件好普通嘅衫，佢就行咗出嚟啦。成件事係咪好跌鑊咧？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一啲好華麗嘅裝修，但係原來用緊啲好普通嘅格調嘅窗簾。咁你話幾咁可惜咧？最近有啲星級嘅酒店咧，就係講到咧嗰啲裝修有幾咁華麗啦，幾咁極地奢華啦，但係視頻一個角度拍埋去就影咗一啲好普通嘅，好似學生宿舍嘅窗簾咁。Oh no！ 所以能夠選擇優質嘅窗簾咧，就能夠完全突顯到你室內設計嘅精髓啦。